如果你每次下楼梯都感到害怕，请务必看完这支影片，因为忽略这个问题，可能让你真的跌倒。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？站在楼梯顶端，看着下面的阶梯，心跳突然加快，双腿开始发软，你不自觉地伸手去抓扶手，握得紧紧的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滚下去。这种感觉不是你的错觉，而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讯。很多人以为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，以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，或者认为膝盖退化了，所以才会怕。但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问题不在你的年纪，也不只是膝盖的问题，真正的原因是你的刹车肌失灵了。什么是刹车肌？就是你的股四头肌，也就是大腿前侧的肌肉。当你下楼梯的时候，这块肌肉就像汽车的刹车系统，负责控制你的身体慢慢下降，稳稳地踩在每一阶。如果这块肌肉无力，你的大脑就会感知到失控，于是启动保护机制，让你感到恐惧。好消息是，只要透过正确的训练，每天花几分钟，你就能重新唤醒你的刹车肌，找回下楼梯的信心。但如果你继续忽视这个问题，研究显示跌倒的风险会增加3倍。请坚持看完这支影片，否则你可能错过重建安全感的唯一关键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位置，也欢迎提出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健康秘诀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帮助，请输入数字0。现在，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下楼梯会让人害怕。这背后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原理。一旦你明白了，你就能开始掌控这份恐惧。上楼梯和下楼梯对肌肉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工作。上楼梯就像踩油门，你的肌肉需要用力收缩，把身体往上推。这种收缩叫做向心收缩，比较容易做到，因为肌肉在变短的过程中产生力量。但下楼梯就不一样了，下楼梯是踩刹车，你的肌肉必须一边拉长一边用力来控制身体慢慢下降。这种收缩叫做离心收缩，需要更精密的神经控制和更强的肌肉力量。当你的股四头肌无力或失去控制能力时，大脑就会感觉到刹车失灵，于是发出恐惧的信号，提醒你危险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。想象你开住一辆车下山，油门坏了不要紧，你可以用慢慢滑的方式前进。但如果刹车坏了呢？你会不会感到害怕？你一定会。因为没有刹车，你根本无法控制车速，随时可能失控冲出去。下楼梯的道理也是一样，当你的刹车肌，也就是股四头肌无力时，你的大脑自然会启动保护机制，让你感到恐惧，不敢往下走。这种恐惧不是心理问题，而是身体的真实反应。你的神经系统非常聪明，它知道如果肌肉无法控制下降的速度，跌倒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，所以它会让你的心跳加快，双腿发抖，手心冒汗，逼你小心一点，慢一点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长时间不训练这种离心控制能力，肌肉和神经之间的连结会逐渐退化，就像一条很久没有走过的小路会被杂草覆盖，越来越难通行。你的肌肉记忆也是如此，如果不持续使用，就会逐渐忘记怎么工作。
但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你的身体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。即使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好好训练过刹车肌，只要用对方法，你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新学会如何控制下降的动作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，而是科学证实的事实。所以，恐惧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的提醒者，它在告诉你，你的刹车需要保养了。接下来，我要教你3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训练动作，帮助你重新唤醒你的刹车肌，让你可以重拾下楼梯的信心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担心，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肌肉还能恢复吗？让我明确地告诉你，可以。无论你是60岁、70岁，甚至80岁，你的刹车肌都有能力重新学习和成长。我曾经治疗过一位病人，他已经65岁了，住在台中。他告诉我，每次要下楼梯，他都会感到极度害怕，甚至需要儿子在旁边搀扶。他觉得自己老了，再也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自在地行动。但经过3周的刹车肌训练之后，他不仅可以自己下楼梯，甚至还能带住孙子去公园散步。他后来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以前我觉得自己老了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我只是忘记了怎么控制。你听到了吗？不是老化，是遗忘。你的肌肉没有坏掉，只是需要被重新唤醒。接下来我会带你做3个训练动作，每个动作都只需要几分钟，不需要任何昂贵的器材，你只需要准备一张稳固的椅子就可以了。这3个动作会循序渐进地帮助你：第一，唤醒你的刹车肌；第二，训练它在负重下的控制能力；第三，让你在真实的楼梯上重建信心。我必须强调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在做这些动作时，请确保你的椅子是稳固的，旁边最好有可以扶的地方。如果你感到任何不适或疼痛，请立刻停止，并咨询你的医生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来唤醒你的刹车肌。这个动作叫做坐姿膝伸展。它非常简单，但非常有效。首先，请找一张稳固的椅子坐下来，椅子不能有轮子，要确保它不会滑动。坐下后，腰背挺直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膝盖弯曲大约90度。现在，慢慢地把你的右腿抬起来，伸直膝盖，让你的脚板朝向天花板。这时候，你应该能感觉到大腿前侧的肌肉在用力。保持这个姿势1到2秒钟，然后慢慢地把腿放下来，让脚回到地面。这是一次完整的动作。请用同样的方式做8到10次，然后换另一条腿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要有控制，不要用力甩腿，也不要让腿突然掉下来。每一次抬起，每一次放下，都要感受你的肌肉在工作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个动作看起来这么简单，真的有用吗？让我告诉你，简单不代表没有效果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重新建立你的大脑和股四头肌之间的连结。当你很长时间没有主动控制这块肌肉时，神经信号会变得微弱，肌肉纤维也会变得懒散。透过这个动作，你在告诉你的大脑，嘿，这块肌肉还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它工作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大腿前侧有轻微的灼热感或酸胀感，这是好事，不要害怕。这种轻微的灼热感是你的肌肉重新学会工作的信号，它代表血液正在流向肌肉，氧气和营养正在补充进去，肌肉纤维正在被激活。但是请注意区分好的酸痛和不好的疼痛。
如果你感到关节刺痛、膝盖内部有异常的声音，或是感到剧烈的不适，那就要停下来，不要勉强。我们的目标是唤醒肌肉，不是伤害关节。每天做这个动作，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每次只需要2到3分钟，你会发现，大约3到5天之后，你的大腿会变得更有力，抬腿的时候也会更轻松。这就是你的刹车肌正在苏醒的证据。现在你的肌肉已经被唤醒了，它开始记得怎么收缩，怎么用力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更重要的阶段，教它怎么在负重的情况下控制你的身体。让我们继续。现在你的刹车肌已经苏醒了，但光是能够收缩还不够，我们需要训练它，在负重的情况下能够稳定地控制你的身体下降，这就是下楼梯时真正需要的能力。第二个动作叫做单脚慢坐训练，这个动作会比第一个稍微有挑战性，但请放心，我们会确保安全。首先，请站在一张稳固的椅子前面，椅子就在你身后。如果你担心平衡问题，可以在旁边放一张桌子或扶手，让你可以轻轻扶住。现在，把你的体重移到右脚上，左脚微微抬起，不要碰地，然后慢慢的、非常慢的用右脚控制你的身体往下坐，目标是用3到5秒的时间慢慢坐到椅子上。重点不是坐下去，而是那个慢慢下降的过程。当你慢慢往下坐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右腿的大腿前侧肌肉在用力，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颤抖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这种颤抖不是你的腿没力，而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重新学习如何精确地控制肌肉。就像你学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一开始也会摇摇晃晃，但随着练习，你就会越来越稳。坐到椅子上之后，用双脚站起来，休息几秒钟，然后再做一次，每条腿做5到8次就可以了。记住，不要急，速度越慢越好。这个动作训练的就是离心控制的能力。什么是离心控制？就是你的肌肉一边拉长，一边用力来控制身体慢慢下降。这正是你下楼梯时需要的能力。让我用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来解释。你有没有试过搬一个很重的箱子，然后要慢慢把它放到地上？如果你直接松手，箱子会碰，一声掉下去，可能会摔坏。但如果你一边控制，一边慢慢放，箱子就能安全驻地。你的身体下楼梯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的肌肉无法控制下降的速度，你的身体就会像那个箱子一样，突然掉下去，非常危险。研究显示，持续练习这个动作5天之后，大部分人在下楼梯时的恐惧感会明显降低。因为你的大脑开始相信，我的腿可以控制我的身体，我不会失控掉下去。在练习的过程中，请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要追求速度，要追求稳定。你的目标不是快速完成这个动作，而是慢慢的、稳稳的控制每一次下降。每一次颤抖，每一次酸痛，都是你的身体在进步的证据。现在，你的双腿已经开始学会信任自己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把这个能力带到真实的楼梯上，让你重新找回下楼梯的信心。前面2个动作帮助你唤醒了刹车肌，也训练了它在负重下的控制能力。现在是时候把这些能力应用到真实的楼梯上了。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因为真正的信心必须在实战中建立。第3个动作叫做楼梯实战练习。我们会从最简单、最安全的方式开始，一步一步帮助你克服对楼梯的恐惧。首先，请找一段有扶手的楼梯，
扶手非常重要，它是你的安全保障。在练习的时候，你可以轻轻扶着扶手，但不要整个人挂在扶手上。你的目标是用腿来控制身体，扶手只是让你感到安心。现在，让我们先练习上楼梯。上楼梯比较容易，也比较不会让人害怕。请记住一个口诀：上楼强腿先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上楼梯的时候，要用你比较有力的那条腿先踏上去。假设你的右腿比较有力，就用右脚先踩上阶梯，然后再把左脚带上来，每一阶都停一下，站稳之后再继续下一阶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练习了几次上楼梯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腿开始暖起来了，肌肉也开始进入状态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下楼梯了。下楼梯的口诀是下楼弱腿先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反直觉，但这是最安全的方式。假设你的左腿比较弱，那就用左脚先踏下去，然后右脚再跟下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当你把弱腿先放下去的时候，强腿还在上面支撑你的身体重量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开始的时候，请从2到3阶开始练习就好，不要一下子就挑战一整层楼梯，慢慢的踏下第1阶，感受你的大腿前侧肌肉在控制身体下降。踏稳之后，再踏下第2阶，每一阶之间都停一下，站稳了再继续。你可能会注意到，在下楼梯的时候，你的腿会有一点颤抖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记住我前面说过的，这种颤抖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控制肌肉，它不是软弱的象徵，而是学习的证据。就像你第一次学开车的时候，油门和刹车也踩得不太稳，但随着练习，你就会越来越顺畅。每天练习，从2到3阶开始，然后慢慢增加阶数。第1周，也许你只能舒适的走3阶，到了第2周，你可能可以走到5阶或6阶。不要跟别人比较，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进步的速度也不同。重要的是，你每天都在练习，每天都在进步。有些人会问我，医生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不用扶手？我的回答是，不用急着放开扶手。扶手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的朋友。即使你的肌肉已经很有力了，在下楼梯的时候，轻轻扶着扶手，也能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。等到你真的感觉完全不需要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放开了。持续练习这个动作，让每一次踏在阶梯上的咯一声，从让你害怕的声音，变成让你感到安心的声音。当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而不再紧张，当你可以看住楼梯而不再心跳加快，你就知道你的信心回来了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她的名字是陈阿姨，今年65岁，住在台中。陈阿姨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助。她告诉我，她已经快1年不敢自己下楼梯了。每次要出门，她都要等儿子下班回来，扶着他一阶一阶慢慢走下去。她说，她觉得自己变成了家人的负担。每次要麻烦儿子的时候，她都觉得很愧疚。一生，我是不是真的老了？她这样问我，眼眶都红了。我仔细检查了
他的膝盖和肌肉状况，然后告诉他：陈阿姨，你不是老了，你只是忘记怎么控制了。我教他做了这3个训练动作，一开始他也怀疑这么简单的动作真的有用吗？但他孩子是每天坚持练习1周之后，他告诉我，大腿好像有力气一些了。2周之后，他可以自己在家里慢慢下3阶楼梯了。3周之后，他不仅可以自己下1整层楼梯，甚至还主动带孙子去公园散步。上个月，他又来找我复诊，他笑得很开心，跟我说：医生，我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带孙子去公园，他跑得好快，我在后面追，虽然追不上，但我不再害怕了。以前我觉得自己老了，什么都做不了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我只是忘记了怎么控制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这正是我想告诉每一个人的：你的身体没有坏掉，它只是需要被提醒，需要被唤醒。陈阿姨的故事不是特例，在我的门诊里，有很多像她一样的病人，透过正确的训练，重新找回了行动的自由和信心。年龄不是限制，遗忘才是，而遗忘是可以被改变的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要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。请在留言区写下：我重建了我的刹车，让其他正在看这支影片的朋友知道，你也开始行动了。你的一句话可能会鼓励到其他正在犹豫的人。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也有下楼梯恐惧的问题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因为每一阶安全的楼梯都代表住一天更安心的生活。在下一集影片里，我会教你如何训练臀部的稳定肌群，帮助你在行走和转身的时候更加稳定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了。记住，稳稳的下楼也是一种幸福。我们下次见。